坦洲正式選入廣東省小型城市試點名單，呢個唔單止係好消息咁簡單，係真真正正嘅政策紅利，代表坦洲由鎮升級到城呢個級別，以後配套基建產業都全面升級。首先講下小型城市試點到底係乜？簡單啲嚟講，入選嘅鄉鎮唔再以普通鄉鎮標準嘅定位去發展，而係按照城市嘅格局去規劃同建設。即係話，坦洲以後整嘅路可以闊啲，學校嘅級數可以高級啲，醫院可以起得再大間啲，全部按城市嘅檔次去搞，唔再係鄉鎮嘅水平。今次全省第一批小型城市試點，總共有20個鎮入選，中山坦洲係其中一個。可能你會問，成個中山20個鎮點解你要揀坦洲呢？其實坦洲嘅家底都好巴閉嘅喎，常住人口超過42萬 ，GDP 去到185個億，仲多過好多內地嘅城鎮。高新科技嘅企業超過160間，其中有5間係國家級嘅小巨人，甚至乎無人機嘅龍頭公司都喺坦洲。其實國家揀試點城市就好簡單，睇3樣嘢嘅啫，有冇土地、產業夠唔夠強、未來發展空間夠唔夠大。坦洲3樣嘢都齊晒，而且坦洲呢幾年都積極搞公改，拆晒以前啲舊鐵皮屋廠房，整備咗2800畝整地，等待好項目落戶。產業方面唔講你唔知，全國超過60% 打印機嘅耗材都係坦洲出嘅喎，仲有低空經濟同埋高端產業嘅加持，實力無可質疑。位置更加贏在起跑線啦，同珠海一橋之隔，近環球，去港珠澳大橋口岸20分鐘，根本就係大灣區嘅核心地帶啦。入選試點之後，坦洲唔再係珠海嘅後花園咁簡單啦，而係按照城市標準建設，以後整路起學校唔使逐級上報，而係由阿爺直接俾政策同資源，配套將會全面升級。坦洲人民醫院擴建、學校擴建、大型商場、城中村改造，將會同珠海、香洲全面接軌，即係話以後喺坦洲過珠海返工嘅朋友仔，邊界感會越嚟越弱，生活質素拍得住城市級別。公佈試點1個月之後，坦洲第2季度就接咗14個項目，投資額超過23個億，上半年招商總額預計超過43億，其中一個地產項目就投資10個億，千畝大盤新住宅超過17000個單位。坦洲連續2年作為香港人喺中山買樓成交量最高嘅前3名，證明港澳客極之睇好坦洲呢個地方。產業方面，名城智能科技產業園嘅第2期36萬平方米，仲引入8億級別嘅機械人項目，上下游企業陸續進駐，成個產業生態越嚟越完整。真正聰明嘅置業者從來都唔會等到利好消息兌現先入市，而係城市升級啱啱開始嘅時候，認知未完全拉滿，提早一步。坦洲依家就係呢個階段啦，政策方向俾好咗，交通亦都開通，城市等級仲想升級。對於香港嘅朋友嚟講，坦洲唔單止可以睇下，係考慮嘅時候添。